大家好，歡迎收睇呢一集《姜濤記事簿》，我係你哋嘅主持人拆局達人啦。如果講呢個禮拜嘅香港娛樂圈有一個畫面能夠讓你可以喺梳化上面彈起嚟呢，咁絕對唔係乜嘢新嘅歌 MV 啊，而係阿小豬喺紅館嘅舞台上面突然之間嘴阿姜濤嗰一刻啊，呢個星期嘅姜濤啊，就體驗咗從迷弟到嘉賓，再從呢個嘉賓呢到被強吻嘅對象嘅角色轉換。呢一場發生喺紅館嘅激吻呢，唔單止係讓全場嘅萬人嘅呢個觀眾呢係躁動啊，更加讓我哋睇到咗姜濤最真實、最可愛嘅一面。喺6月13號嗰個瘋狂嘅夜晚啊，咁姜濤作為呢一個小豬啊嘅鐵粉呢，受邀就擔任咗小豬30週年巡迴演唱會嘅嘉賓喎。佢本身就係一場夢幻嘅一個聯動啊！咁兩個人喺台上面合唱《撐腰》同埋《白果》兩首歌，姜濤嘅廣東話演繹同埋小豬嘅舞步完美嘅融合呢，就展現咗兩代舞王嘅傳承。但係點都諗唔到呢，就係小豬竟然喺最後關頭就玩咗一首特集喎。喺姜濤準備呢係呢個離場嘅時候呢，小豬突然之間呢就嘴咗佢一下。咁大屏幕上邊就清晰咁捕捉到姜濤嘅反應啊！佢當時呢，整個人好似咧觸電一樣咁閃一閃，然之後咧一面呢係驚愕嘅咁樣係揞住個嘴喎。咁呢個反應呢，就係本週啊，即係呢個禮拜最強嘅一個呢係表情包。事後呢，姜濤就喺社交平台呢係寫咗話追星成就嘅解鎖。咁雖然係驚訝，但係更多嘅就係對偶像嘅一種感激啊！咁呢種真誠嘅毫不修飾嘅反應，就係粉絲最愛姜濤嘅地方。咁我哋都睇到咧，佢喺後台下邊咧，佢話他簽咗我耶啊！咁咧即係雖然佢係一個頂流嘅人物，但係喺偶像嘅面前咧，姜濤依然都係嗰個因為被親咧而被嘴咧而視為咧靈魂出竅嘅一個小迷弟。咁咧大家都知道啦，姜濤咧喺佢讀書嘅時代咧，佢係好孤單嘅，冇朋友嘅。咁所以咧佢咧係透露咧，佢每一朝早啊喺返學之前咧，佢都必定咧係要睇一次、唱一次咧係阿小豬嘅歌，佢先至咧係敢返學。咁所以咧，小豬喺阿姜濤嘅身上咧，其實喺佢嗰個情緒嘅支援方面咧，係發生咗一個好強大嘅一個嘅支持嘅作用。咁跟住後嚟咧，阿姜濤咧係即係話參加中國國內嘅一個快樂男聲嘅比賽啦。佢更加咧係有機會咧係直接面對面咁咧係見到佢嘅偶像啊！咁咧，佢當時咧，有一個好大嘅心願，就係佢希望阿小豬佢能夠咧係過嚟咧係作佢一個俾佢一個擁抱啫。呢個咁微小嘅一個期望咧，竟然間咧喺當時亦都咧係小豬咧係做到俾佢。咁所以咧，佢係一個好即係覺得咧係好開心。咁咧，雖然佢嗰次咧喺呢個快樂男聲裏邊咧好早啦，即係被淘汰，但係佢當時嘅成就最大嘅就係見到嘅偶像，同埋咧係偶像俾佢一個擁抱。對於佢咧，日後喺呢個唱歌同埋呢一個演藝嘅事方面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鼓舞，因為佢見到佢自己嘅偶像，佢就好有信心啦。佢話他朝咧一定有機會咧係同偶像可以咧係再次咧係有交集、有接觸，可以咧係一齊咧係同台表演。咁而事實證明，姜濤所想嘅、所希望嘅，都今時今日已經係完全達到咗啦。
咁喺6月13號嗰一晚咧，小豬同佢嘅同台嘅表演，佢作為小豬呢個演唱會嘅嘉賓咧，就係一次咧係最大嘅一個偶像嘅成就解鎖啦。正如佢所講，而家就將個場面咧就拉到去澳門咯。咁呢個6月19號啦，即係今日嘅姜濤個人巡迴呢個壓軸嘅表演咧，已經進入咗咧係最後咧呢個每個鐘頭嘅倒數階段。咁咧就當然啦，姜濤已經係喺澳門咧開始呢個場地嘅彩排啦。咁呢一次咧係佢巡迴西巡嘅演唱嘅最後一個終章嘅演出。佢特別要求咧係對部分個曲目進行咗全新嘅改動啊，甚至到仲有咧傳聞中咧佢嘅神秘嘉賓咧將會出現。呢3場嘅演出唔單止係巡演嘅終點，更加係姜濤咧係呢個個人演唱會嘅一個咧係實力嘅表現。而家澳門已經進入咗一個姜濤嘅時間啦。咁喺呢個銀河綜藝館嘅外邊嘅巨型廣告牌咁咧附近嘅街頭巷尾嘅應援海報都無不係顯示住呢一個盛事嘅威力。佢嘅粉絲即係我哋而家嘅姜糖，紛紛喺網上面進行咗忠粉嘅小測驗，分享緊呢係應援嘅攻略添。咁如果你喺呢一個禮拜都喺澳門嘅話，你一定能夠感受到嗰一股岩漿般嘅熾熱嘅姜濤嘅效應嚇。咁大三巴牌坊又好，或者係呢個10月初5街又好，或者係新馬路都好啦，都咧係感受到呢個姜濤嘅效應啊。好啦，咁喺事業嘅另一端咧，姜濤亦都傳嚟咗一個好嘅消息啊！就係佢同劉德華合唱嘅《沒有翅膀的天使》咧，喺加拿大嗰個至 hit 嘅中文歌曲排行榜咧上榜6個禮拜，依然咧係穩居咧係第4位。呢個唔單止係展現咗姜濤喺海外華語市場嘅強大嘅號召力，更加體現咗同呢個前輩合作所產生嘅化學嘅反應。呢一種傳承同創新咧，正係姜濤音樂之路啦，能夠走得長遠嘅關鍵。不過呢個禮拜咧，網上亦都出現咗一啲關於合約問題嘅一個熱烈討論。喺傳聞裏邊咧指澳門站之後咧，姜濤嘅演藝合約可能會係面臨一啲嘅調整。呢個咧係讓不少嘅姜糖咧擔心。佢話短期內是否能夠係再睇得到咧係如此大型嘅個人 solo 嘅演唱會咧？雖然消息都未曾得到官方嘅證實，但係呢個無疑咧係讓呢一次嘅 Lava 澳門站咧就顯得特別咧係珍貴，因為大家都喺度呼籲，無論未來係點都好，先盡情享受呢3場夢幻般嘅舞台表演。好，今日就講到呢度，多謝各位嘅收睇，下次再見，拜拜。